嗨，大家好，我是躺平叔，今天是2020年4月30号。这一期咱们聊一聊崩老头，也不是近几年网上兴起的一股叫崩老头，什么意思呢？很多人已经知道了。今天我在网上看到一篇文章，作者叫真实故事计划何月，他这文章的标题叫卧底了一个崩老头群组。我们来看一看他是怎么说的。这个崩老头，他说最近崩老头作为部分人群的收入来源开始被广为人知。崩在北方方言里表示骗取，崩老头意味着从中老年男性那里通过陪聊、撒娇、擦边等方式高频率收取小额红包。区别于杀猪盘，崩老头以其低门槛、低成本、低客单价的特点飞速发展，在网络上它成了一种亚文化。介绍崩老头的视频下充斥着一真一假的调侃，有人炫耀资产想要被崩，有人跃跃欲试想要崩人，就是崩人和被崩的都很活跃，双向奔赴。今年年初，自由撰稿人何月开始卧底崩老头产业，他通过教程接触了15位小妹，实践了3个晚上。但是小妹打了个引号，并跟其中一位行业头部进行持续的深度交流。流行近1年来，被崩的老头始终以底层中老年男性为主，而小妹的光谱正变得丰富，从举止带有社会气的底层城乡女孩，到家境尚可、打扮成熟的城市女性乃至男性。他在女性物化的结构中运转，获取利益的同时也固化乃至加深着既有处境。这个作者他就潜伏到一个崩老头群里面去了。第一个主人公叫施伟杰，看这名字那就是个男的。施伟杰讨厌北京，做着底层的工作，月入3000，天天挨骂。但是施伟杰也喜欢北京众多的外来人口玩社交软件，使他副业月入3万。他主业一个月就3000块，然后他通过玩社交软件崩老头，一个月能崩3万。做这项副业以来，施伟杰再没花钱自己点过外卖、买过手机。他和女友都被养得很好，干了1年多，他才知道现在有一个新名词描述自己的行为：崩老头。结了婚的男人相对拘谨，一开始要正常聊天，循序渐进，等对方放松下来，即使老头不聊色情，施伟杰也能引导。对面发你多大问年龄，他回 C 指胸部罩杯，那就故意的呗，对吧？在网络上，他是医院外科护士，女27岁，情史2段，半年没有性生活。为什么是27岁？18、19岁太小，男人不敢骚扰；3、40太老，而27、8是女人最漂亮、最有魅力的时候。看自身条件，施伟杰称得上是崩老头的最佳人选。性别男，比女人更了解男人想要什么，手机里的情色素材丰富，他喜欢的其他男人也会喜欢。年轻力壮，手速飞快，熬得动夜，擅长有目的性聊天和情感操控。也就是这个施伟杰这个男的在崩老头。如果把崩老头当做一份实打实的工作，岗位描述应该包含以下4点：一、有耐心，有毅力，能够长期从事重复性工作；二、反应机敏，打字快速；三、最好有过性经验，能应对相关谈话；第4个需要熬夜，年龄不限，男女不限。也就是被崩的老头，你不知道对面到底是妙龄少女还是抠脚大汉。说被崩的老头以大城市外来男性、小城市本地男性为主，他们基本都来自底层，许多已经成家。老头的职业包罗万象：工人、店员、厨子、海员、摆摊卖果蔬的。每次崩的数额大多在20到100元之间。从短期转为长期联系的老头，每月累计能给一个人转账几百，多的几千。收入多少并不完全取决于聊天尺度，一些不聊黄的放出年轻漂亮
有真实感的照片会提供情绪价值，也能崩到不错的数额。各大社交平台、交友软件是找老头的据点。凌晨12点，施伟杰打开两性交友软件，开始聊天。1个小时之后，平台收入70元，微信收款20元，赚回了白天按脚的钱。星号有这个数据，说明头像看得过去。软件鼓励女性账号，简称女号，使用自己照片做头像，通过人脸识别之后会获得平台推荐。施伟杰的上一个账号由女友实名注册，分手之后他无号可做，间隔2月才找人注册了这个新号。2月份情人节和新年在即，是重拾就业的好时机。3、4个人陆续发来打招呼信息，点进去，屏幕上方显示男性的个人简介，与你相距公里数以及倒计时140秒钟。想要面对打招呼的老头，施伟杰挨个发送这个意味深长的词，中间穿插几个你好。若是一直重复，收入挂钩的魅力值会下降。为了卡时间，他一条消息很少超过5个字，如果没有在一定时间内回消息，魅力值也会下降。软件上男性账号，简称男号，给女号发消息需要花钱，而女号可以拿钱。施伟杰十分熟悉平台规则，他介绍到，来打招呼的老头数量取决于女号等级，等级越高，推流来的男号越多。为了把等级做上去，回复率和被回复率是最重要的2个指标。女号需要回复的又快又好，在倒计时内勾起兴趣，让对面多给自己发消息，才能稳步提升等级。等级低的时候，男性发10条消息，女号可以变现1毛钱。达到高级了，男号发5条消息，你就赚1块钱。若是对方给自己刷礼物，等级涨得更快。你看，这就是平台，这个平台就开始走歪路。凌晨12点至3点是推流的高峰期，推来的男性越多，赚钱的潜力越大，但是也要聊得过来才可以。施伟杰曾经跟30个人在线聊天，同时平台还在源源不断推新人，脑子有多乱你知道吗？我都分不清谁是谁。最疯的时候，他让3位朋友帮自己注册女号，抱着手机轮流回复，发完一个丢一个，重复一整晚，很疲惫，但收益跟付出正比。反正我是躺着打字，男的在花钱。15岁的初中女生刘杰只做一次性生意，跟施伟杰不同，他在社交媒体附近的人上找同省老头，说处对象要见面，然后骗路费。这也是崩老头教程里最常见的方法。刘杰不介意发自己的照片，发个素颜自拍，他们就上钩了。要是太轻浮，他们还会觉得廉价。他主要目标是22至28岁的男性，因为这个年纪段的人比较傻，越傻越好骗。他话术了得，擅长突破。曾经有一个男人已经转了路费，但迟迟不给他转账买蛋糕。他表示被崩了好几次，坚持见了面再花钱。刘杰表现出受伤，我那么相信你，为你去不熟悉的城市，我都不怕你骗我。拒绝了男人打来的电话，我不想接，我就想吃蛋糕。第一次那么想。对话几轮，男人给他发了100元红包，他立即转变，没想到你是真心的，我们才认识几个小时。男人说，宁愿你长期找我，多要点都行，别就为了骗那点钱。聊天记录停止在刘杰的收款，他没有删除好友，男人也没有纠缠。我问，如果他们骂你怎么办？刘杰毫不在意地说，关我屁事，自己长那么丑还想跟我谈，然后得吃。施伟杰也同意刘杰的说法，不必在一个老头上死磕，因为老头多的是。老头们向他询问年龄、情史、地址，施伟杰灵巧应对。约见面的，他就随便找一个地点发过去，然后再放鸽子。平台聊天赚的有限，加了联系方式才是真生意。有转账潜质的老头才会收到施伟杰的微信，有时懂行的老头直接说想看你有没有照片视频，他回
这里发不出去，有时是他主动试探，你要请我喝杯奶茶吗？暗示一句，老头同意后才发送账号。加上后，施伟杰发送不露脸的照片作为诱饵，图中女性只穿内衣和紧身裙，勾勒出身材，露出适度皮肤。大哥可能会发来红包奖励，也可能点名想看的行为和部位。施伟杰手机里准备着各种素材，他说：“我现在给你录，故意等一会儿，白看吗？”等待老头发来转账，施伟杰再发送视频。不过发给同一个大哥的素材要留意细节，头发颜色长短、美甲还有身材要一致。他曾经发过2个胸部给一个人，被指出大小不同之后，他解释说生理期胸胀，对面没有纠缠。自觉发来转账，接受了付费节奏的人逐渐变成长期联系的大哥。施伟杰知晓他们各自的职业和家庭状况，他是大哥手机里的宝贝、媳妇、老婆和亲爱的，对彼此都是方便的，退出平台就离开了那个世界。跟这些好大哥们，施伟杰3天2头过生日、过年过节都能收割一笔。2月14号前后，施伟杰下了血本，他给几个大方的大哥寄去礼物，说最大的赌注是2300元的墨镜，高于13144，低于13140，把大哥架在了5200上。随后他收到了恰如其分的红包。这就是副业，现在有这样的平台居然提供这样的业务。2024年短视频平台上零星出现今天又被小妹崩了25块奶茶钱的自嘲帖。25年上半年崩老头教程批量产生，热议至今。刻板印象里，做崩老头的都是精神小妹，即举止具有社会气的年轻女孩，靠陪聊赚零花钱。但行业发展以来，实际情况偏离大众的想象，小妹早已成为一个更广泛的集合。2、3线城市的中学女生，县城成年女性，大城市低收入的20多岁男性，门槛低，上手快，有手机就能做的崩老头，在近年成为发展跨越年龄与出身的副业。这个比送外卖还赚得多啊！那送外卖的还送外卖干啥？崩老头吧。2025年入行的时候，施伟杰没看过教程，崩了众多老头的他归来才21岁，河北人，中专学历，有一个弟弟，成人高考没考上，复读1年还是落榜。他19岁到北京打工，北京的工作包吃包住，一天上班3小时。施伟杰拥有了很多空闲时间琢磨副业，他从付费玩约会软件的男性朋友那得到灵感，边想边做，就走通了一条路。施伟杰的话里有一种骄纵，我的奶茶呢？老头回别急，他说就吃就喝。老头问视频多少钱？他说那肯定看哥哥心情了。面对性行为的详细提问，他回那得看你给我的感觉怎么样了，我需求也很大。他会花式暗示转战，首先要善入日常场景，比如早起上班的护士需要咖啡，孝顺的女儿回家前需要买水果，他自己玩的游戏皮肤想吃的奶茶水果都可以是借口。大哥们开心了，满足了，便自觉发了红包。一般行情是18、28，超过50就算出手阔绰的。施伟杰从不要求具体数字，只让对方看心情发。有时他暗示半天都没有入账，有时一句关心就能得到200。被问到这么会聊天，怎么不去崩女人的时候，施伟杰表现出谦虚。他说要讨女人的欢心，自己还不够格，要卷起来，化妆、穿搭、健身，最好整个容。但讨好男人很简单，高矮胖瘦无所谓，露一点就有人喜欢。做得久了，施伟杰开始将自己的服务不断细化。老头们需求十分细致，每一级的身体部位、身材胖瘦、裸露程度都有广大受众，每一个细分点施伟杰都有对应的素材积累。这就是一个男的装成女的在聊天，他的手机里面存了大量的身体素材，各部位的这些素材，从真正的小妹
或擦边主播那里私聊购买，可以重复发给无数大哥，收益简直暴利。他花188元买到6个30秒左右的视频，大多内容裸露着胸部和下体，小部分穿着性感，摆出暗示性姿势。施伟杰手里的照片不仅聚焦肉体，还有让人浮想联翩的事物，比如手指、蕾丝内裤。有次收到66元红包，出乎施伟杰意料，为了报答，他点开相册，挑选一个超出对方要求的裸露视频发过去，让人品鉴一下这种好东西。一种更细致的层级关系产生了，从老头到男性从业者到女性最底端的群体，将身体包装为产品流入市场，再由更前端的从业者对接消费客户。张晨和施伟杰一样，同为男性从业者，在聊出老头的性需求之后，张晨从社交媒体上找愿意裸露给女生合作崩老头。他发现缺钱的一些女性报价格外便宜，除了脸哪都可以露，根据不同的身体部位裸露程度，语音通话、视频通话收费细致，层层递进。张晨让小妹登上自己的微信，视频通话10分钟，无论大哥发多少钱，他都只根据收费标准付给小妹38到48元。大哥不是没有怀疑过，他们会要求发语音来证明性别。为此，施伟杰买了一个800元的变声器，他说是非常值得一笔投资。大哥还会提出刁难要求，比如用手在腿上比个6来检查是否女孩自己的账号和照片。如今 AI 为施伟杰解决了这一难题。我倒是觉得平台那还请人干什么呢？平台直接搞 AI 去聊不就完了吗？ AI 实时生成图片， AI 实时的根据客户的要求生成各种各样的图片。施伟杰、张晨这些提供情绪价值的，那很快就要失业啊，这个副业也干不长啊。施伟杰给朋友圈里的露脸照一半盗图，一半交给 AI 生成。比如过年期间，他生成了一张拿着红包喜气洋洋的照片，大哥们看不出来破绽。为了维持人设，施伟杰从网上找护士站台的照片发动态说正在夜班。施伟杰曾遇到一位富裕的大哥，软件上标价100的礼物给他刷了100多个，加微信之后送了施伟杰价值2000元的包和一台 iPhone 17 Pro。 施伟杰直接转卖。有大哥月入10万，家庭美满，提出花2万包养他，还给他1万的见面费。施伟杰本来在脑海里预演自己拿一半，找一个小姐给5000，让小姐配合去线下见大哥，最后还是退缩了，犯法被抓进去就没有回头路，泄露自己的隐私，引发封号，涉嫌嫖娼的事项他绝对不碰。真正的小妹们崩老头的方式谨慎许多。从聊天记录看，15岁的郑玉不撩黄，但也崩得轻松。有老头转账20元，让他打开朋友圈；有大哥转账30元，作为打车去找他的路费。红包发出的一刻，大部分是赌，也有一丝期待。郑玉收钱之后便不再搭理，而老头不会生气，也不会气急败坏，只是习惯似的说又不见了。他们看似入戏，实际不会坚持到底。郑玉崩老头的起点不算刻意，他在社交媒体上发自己的照片，有老头来加，他就崩上了。也有人从刷到介绍崩老头的视频开始入行。半年前刷到视频的刘杰开始着手，一天会找4-5个男人聊天，赚300-400元左右。在一个人身上，刘杰最高崩到过1000多元，分别是去找男人的车票，一起去大理的车票，以及一条专为见面挑选的洛丽塔群。活跃在网络上崩老头的女孩们属多是2、3线城市中的中学生，他们发布套用相同模板的短视频，自己的精修照片配以网感文案与音乐，照片大同小异，但文案明显有区分。靠美貌崩小额的郑玉偏好深情风格。作为家中独女的刘杰的父亲做律师，母亲每天打牌玩，从小他便被父亲带去饭局，穿着漂亮衣服。父亲说这是我的骄傲，
长大后，父亲让刘杰自己打扮，可以化妆，他脸上有面子。刘杰不缺钱用，父母不经常在家，每周给他600零花。爸妈打牌赢钱了，给他发红包。问为什么做这一行，回答是没人会嫌自己赚得多。这个男的女的崩老头，这个作者啊还写了一个老头，说今年1月底我刷到一篇帖子，爸爸手机里那些莫名其妙的付款，得知了崩老头一词。他说我想起我身为网约车司机的父亲，平时除了跑车，娱乐方式只有上网和喝酒，因为妈妈不喝，他就用短视频下酒。想到父亲或许也是崩老头的目标，我心感愧疚，跟他通了电话，让妈妈暗中检查他的账单和短视频推荐。随后我想深入这个现象，给几个评论表示被崩上瘾，戒不掉，十分痛苦的老头发私信，没有得到回复。社交平台上介绍崩老头的评论区充斥着炫耀、调侃以及嘲讽，有人晒存款求崩，有人说学会了想崩别人，还有人说你们别崩到我爸了，中间夹杂着卖教程的人，自称包含照片、视频、渠道和话术，售价5到9.9元不等。于是我将年龄改成19岁，私信那些人以学习者的身份卧底，说第一个回复的人就是施伟杰。从那天起，我们连续3个晚上打语音电话，电话线从河北石家庄连到海南三亚，通话从12点至凌晨3点，手把手教学。他告诉我，目标是同城里孤单饥渴的男性。深吸一口气，打开软件，很快有人和我打招呼，上方显示男号的基本信息以及与我的距离。这个作者啊亲自去崩老头。他说，行为心理学家斯金纳实验证明，一旦小白鼠建立起行为奖励之间的关联，便会机械地重复该行为，不断获取奖励。当底层男性面临职业、婚恋、社会认可等多重通道的收窄，常规的正反馈来源几乎枯竭，成为被崩的老头，可能也变成一种代偿机制。在这里，付出就有回报的互动，填补了他们长期缺失的掌控感。他说，骑车到达的时候，我突然想起昨夜一个老头跟我约定见面的商场，线上的那些老头与我共享同一片生活的天地。一时间，目之所及的所有道路、商圈、行政区划，在我眼里都变得不同。我感到恶心、沮丧，闭上眼，聊过天的老头照片宛如幻灯片放映，他们跟现实中能看到的男人别无二致。男人更懂男人，第二层含义开始显现。施伟杰永远不会有这种感受。他曾收取大哥588元的红包，然后花300请真正的女生来打视频，自己也顺便看了个爽。第4天晚上，施伟杰请我帮忙打视频，说不用露脸，聊天就行。我登录他的账号，平板插着耳机跟施伟杰通话，手机里跟大哥视频，声音外放，施伟杰能听到所有的对话，指导也直接传到我耳朵里。我侧过脸，只露出左耳和头发。视频期间，大哥对我的身份提出质疑，因为施伟杰朋友圈刚发了一条视频，女生躺在沙发上拍腿，而我的背景是桌椅。大哥问，朋友圈里到底是不是你？我轻描淡写，怎么了？怀疑了？大哥说，我就问问，肯定不能骗我，对不对？2025年7月，山东淄博警方端掉一个崩老头团伙，成员是14名男性，现场查获50多部手机、20多台电脑和20多个变声器。团伙内分工明确，不同的人分别负责引流陪玩，日常聊天，编造理由索财，资金转移。前来报案的受害人累计转账4000多元。警方查实该团伙涉及全国各地受害人80余名，涉案资金累计达到100余万元。那这个不算多，14名男性，50部手机，20多台电脑，20多个变声器。团伙分工明确，受害人才80个人，资金才100万，那比送外卖轻松不了多少。随着同类事件的曝光，平台也开始对这类行为加以限制。崩了半年，刘杰的微信每过一段时间就会被封，
解封了再继续，对方手机上也会弹出诈骗提醒，对方账号安全性未知，施伟杰也越来越谨小慎微，对新加的人不说数字，你说一个20，对面发给你包被封的，拿完钱就删好友也会被封。也就是说，微信对这种行为加以防范。例如寻找大哥的交友软件，施伟杰发现一个账号只能存活半年，之后便会永久封禁。他玩第一个账号是表妹注册，封禁后里面还有1000多元未取出，最后是妹妹用身份证写了保证书才取出余额。崩老头干不了一辈子，施伟杰清晰的知道，我现在20岁做这个，我以后也做这个吗？肯定不能。所以不管主业赚多少，主业为主，凡事看以后。离开北京以后，施伟杰到江苏干了小半年工地安装电梯。他发现崩老头干不下去了，白天基本没时间看手机，体力劳动完，晚上需要充分休息，不可能高强度回消息到2、3点。我没找到崩老头时间超过1年半的人。男性通常因为主业限制或者找到相对更赚的门路而离开。施伟杰和张晨最近重新玩起了虚拟货币。女性则许多因为谈恋爱后正欲崩老头的必要性下降了，因为男朋友会给自己花钱，男友比自己大，没读书，在校外打工。精良的话术让老头们自愿买单。澳大利亚学者康奈尔在专注男性气质中提出，底层男性无法通过社会认可的渠道，如事业成功、家庭权威来确认自己的男性气质。为了缓解不像个男人的焦虑，个体会转向其他场域，重拾自信。被崩的瞬间，在现实生活中失权的老头在网络上成了男人。许多人对此知情，一位厨师坦白，自己已经被崩3次，也不后悔，而且期待有人继续崩他，已经出现病态的感觉。分手之后，施伟杰说自己的微信常常没有消息，社交媒体上有聊得来的女生，他也给人转点奶茶钱，自己崩大哥，但也是被人崩，至少开心了。他不会跟人聊黄，因为情绪价值往往大于肉体。实际上最近网上关于崩老头这个话题还挺多的。怎么说呢？实际上这就是游走在灰色地带的一个，你说犯法，你说不犯法，他好像就在犯法的游走在法律的边缘。归根结底还是叫什么？这是一种情感需求，叫提供情绪价值。有些人被崩，他未必不知道自己被崩，被崩的人都是空虚、寂寞、无聊。在日常生活中，一个是他在大把的空闲时间，又失落，就他们在生活中比较，也不能说失败，存在感比较差。这时候网上如果有人对他嘘寒问暖的，如果这个嘘寒问暖的这个人给他的印象感觉长得还不错，那你想想这个对他的打击有多大吧，对他的诱惑力啊，那简直。所以说他花个20块钱他不觉得什么，他得到了极大的满足，得到了一种认可。他这种认可更多的是自己自我安慰、自我认可。那对于崩的人来说，一个20不多，但是他早上他得100个人或者500个人群发一条，对吧？有10个人回他，给他20块钱，他就200到手。中午再发一遍，晚上再发一遍，一天赚个300-400，很简单。这是日均，里面有重点培养对象，愿意聊的，他再深入聊几句，又50到手。所以崩老头成为一个行业，个体连的这么崩，不管是女的崩男的，还是男的崩男的，崩老头，这个实际上危害的不是太大，我倒是个人觉得。但是更多的它最后是平台，它把它变成一个产业化，起号教程，在什么平台上怎么崩，崩完之后这个号还可以转让。你看山东淄博警方不就打了一个团伙吗？也就是他把它变成一个产业化，这就是可怕之处。20块钱买不了吃亏，20块钱买不了上当，20块钱买了一句贴心的问候，这就是情绪价值。所以我在想，你说这个电诈为什么屡禁不止，对吧？你说有关部门下了那么大功夫啊，打击电诈，这什么手段都用，最后都追到缅甸去了，把缅北那个几大家族都给毙了，现在搞柬埔寨，搞到泰国。但是你说电诈为什么他就不绝？而且这个媒体是吧，每天都宣传这个短信。我这个今天是5·1是吧，还没到，
我手机上收到好几条有关部门发的提醒，什么诈骗、短信诈骗一大堆的。你说就这样宣传，为什么还有那么多人愿意上当受骗？对，我觉得这里面还是有深层次原因的。我们很多人容易陷入孤独、空虚、寂寞，这是归根结底是个人在这个当下这个社会里面容易迷失自己，也找不到方向。当然了，如果按照有关部门说法，这个背后是不是有敌对势力拿钱来这么干，也有可能，很有可能是美国或者是其他国家拿钱来俯视或者来故意纵容这种思潮。这些精神小妹很有可能拿了美金来崩老头，那也有这些老头拿了美金故意让精神小妹崩，这都有可能。但崩老头成为一个普遍现象，那只能说明这个社会出问题了。这社会出问题，出哪几个问题？第一个，我们先把有关部门说的是敌对势力，这种可能性放一边，这个已经说完了。那第二种什么？咱们还是绝大部分人在社会生活中，他不如意，至少不充实。我在想，一个外卖骑手，他想崩他都没时间，一天要跑10几个小时。网约车司机也是的，没有那么多时间。不能说外卖选手和网约车司机就不被崩，也有可能会被崩，但是他们肯定是少。被崩的是什么人？就大部分闲暇时间多、无聊，这是一个精神生活非常空虚，再加上生活中也不如意。第三个，他身边没有异性朋友，身边异性朋友他一接触不到，第二个，即便能接触到，人家也不理他，不想跟他说话，所以没有办法，他只能把这个寄托在手机屏幕的另一边。我们生活中很多男性他见到女的都不敢说话，也不知道说什么，叫社恐，或者叫交际能力非常差。但是他在网上就不一样了，网上呢就认为反正也看不见，所以他就变得肆无忌惮，就敢释放自己的天性。生活中还是受教育，受乱七八糟的约束，自我约束，对吧？当然了，还有一种原因就是恐怕自己条件比较差，自卑，种种原因导致的，所以显得比较这种呆板，不善于跟异性去打交道。而一旦上网之后，马上就变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对面有个精神小妹儿跟他打招呼，问长问短、嘘寒问暖的，那他马上就沦陷，这很正常。我觉得精神空虚、不善表达，这是一方面，这是我们从我们个人角度来说。那从整个社会来说，那就是现在赚钱越来越难。正因为赚钱越来越难，所以才有这样的平台出现，去撮合这种需求。正因为赚钱越来越难，所以才有这样的崩老头的这种人出现。人男的这种团伙靠这个来赚钱，实际上这个钱不好赚。我可以负责任说，虽然理论上你一个月能赚点钱，但是一个男的如果长期去崩老头，时间长了肯定心理扭曲啊，崩了那个钱以后要看心理医生。这是男性去崩老头，这女的崩老头那更危险，因为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是血的？崩着崩着就把自己崩进去了。你以为你在钓鱼，实际上人家是在给你挖坑。你没有遇到高手，一旦你要遇到高手了，你就陷进去了。你长期崩，总有一天你把自己崩进去。没有崩进去是因为你还没遇到高手。这个强中自由，强中手。有的老头的就装老头是吧？叫扮猪吃老虎。所以说来说去都还是经济不景气，很多人赚钱难，很多人消遣打发寂寞的手段越来越少。过去10几年前，什么 KTV 是吧？各种大家都知道，这个好像比较发达，所以说你手上有钱。第二个，这些渠道这些方式比较多，所以说这种就你有更多的方式去消解去排遣。但是现在已经不行了，现在很多场所没了，有的个别场所也死贵，已经超过了现在人的这个消费水平，场所也少了，连现在很多洗脚的地方都已经关门了，连洗脚店的吧，捏脚的都干不下去了。那这些需求怎么办？那最后就被迫转到网上，这些它也不黄。你说不黄，反正这是灰色地带。所以说来说去，你看还是有社会一些需求被压抑了，有这个行业受到整顿或者叫什么打击，那这有些需求就转到网上，变成线上。所以最后相比崩老头这种败坏公序良俗社会风气，那躺平那不显得更有意义吗？那躺平就显得更加人畜无害。好，这期节目咱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